嗰邊個啦？黃子蘭。哇！我哋攻翻自己熱身啊！白色嘅三邊攻嗰邊，白色嗰邊。左右左右。你哋唔好三個一齊衝先得㗎，第一個慢慢上嘛。加油！你哋嘅熱身係咁樣咧，就抽得，鄭博玩啊，又匿埋人哋後邊，你又匿埋喺背脊，你隻手叉咗出去抽咗啦。熱身冇準備自己嘛？阿盧醫生啊，你係中間中場變喎。三一。我整完咗。收窄，口嚟先，冇自己帶路，雨心，你波近落嚟，雨心收落去。阿黃子南你手底喎，黃子南你手底喎。落位啊，鄭博啊，唔關你事，落咗位先啦。坐低手波嚟緊去，對啦。落位啦，好。可唔可以望兩邊先啊？跳上啲，出嚟。哇！逼你急乜嘢啫？轉身回身，黃子南手波。出邊？落翻去啊！你手乜嘢啊？手底啊你！你冇揾補位，埋去。死波！阿邢真希啊，零度唔關你事喎。阿邢真希，零度唔關你事啊嘛。阿黃子南好難啊，又咩位？佢喺你前邊嘅，點解？唔要開波啊！阿盧宇森啊，你守另外一邊，下邊底，唔係人驚人，你收落去啊，收落去籃框，係啦，零度出半隻黃子南，封住啦。阿黎日軒啊，收中，白色，落位先，落位。掟人啊！邊個隊啊？喂，大佬，落心啲，我知啊。望人，中場一個歐力，揾人幫你，唔好掟下發波。再放前，自己推佢先。攞一隊啊！出嚟啊！三面。舉手啊！波到人到啊！立波。去，落位，落深啲嚟到。哇！一場3個收線。又多一步。菠蘿，
水刀。箭頭咧，你全部睇住喎，第一下。收翻落去。換人。我哋守乜嘢啊？三分線啊？係咪三分線？轉身啊！低啲，成個玩攞位。拉高之後，河拍之後，好喺下邊。係。彈你啊！唔好傳過波。走波啦！你有咩好黐線啊？打波，偷啫！又話黐線啊！拍隻波揾啊！波曬嗰邊啊！你係 key 波，其他河拍魚啊！你望都冇望過，望曬，你又唔買歐力。我派你呢一個，我派你。換人，認真希出嚟。何柏宇，你守乜嘢啊？認真希換你，認真希。何柏宇，守落去。阿劉子瑜，你守上邊喎。何柏宇，你守下邊啊。何柏宇。咩位咧？我殘底有冇咩位啊？喺後頭。4個喺後半場，又係我後面。係收集落去先啦，何柏宇，你手底啊，下邊空晒一隻，你收落中間。打二，嚟嗰邊。哇！好似啊！好啦，去啦。OK，好啦，波先，後眼靜，急。你出嚟嘅時候，我同你講咗一次㗎咯喎。你會唔會開波全部喺前場啊？望都冇望過回傳。太下山在歐西，你冇望到我講乜嘢咯？你哋全部喺手多啊！黃子南手上嚟，黃子南手面。40秒，收窄，唔好正對個波，何柏宇你手底啊！有冇嘢咯？中間，唔使打。20秒。哦。